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郭鳳凰，我而家喺中國嘅革命聖地延安。今日我哋要乘坐舊年年底開通嘅西延高鐵，從延安前往西安北。而家展示喺大家眼前嘅係延安站嘅新站房。1992年延安站開通，2007年修建咗呢個新嘅站房。外牆採用咗土黃色等暖嘅色調，同黃土高原嘅環境相輔相成，俾人厚重溫暖嘅感覺。喺站房嘅右邊有一個小展館，展示咗延安站嘅歷史同埋獲得嘅成就。今日嘅乘9333次列車喺第2檢票口檢票，喺1樓嘅檢票口會通過地下通道連接月台。嚟到月台，列車係 CRH380B 3756。其實我好想搭智能動車㗎，但係揾嚟揾去都冇合適嘅班次，所以我就唯有搭呢一班啦。不過呢個車次都係一站直達，只係比最快嘅列車慢3分鐘。先生们，欢迎乘坐中国铁路西安市有限公司列车前往茅台坊97。列车前方出车站是西安北站，本次列车全列禁止吸烟，感谢您的配合。夜晚8點25分，乘9333次列車準時從延安站2號月台出發。西安局嘅廣播呢，就係嗰種好出名嘅夾字音，就令我好唔習慣。我覺得呢，連廣州局嗰個廣播都好過佢啊！夜晚8點36分，跨越金泉北站。夜晚8點41分，跨越富源北站。順帶一提，西延高鐵嘅隧道佔比率高達56.5%。咁唔怪之得一直都喺度過緊隧道啦。夜晚8點48分，跨越樂川站。其實我都係第一次嘗試喺夜晚影飛站，所以有時候都會影得唔係幾完整嘅。夜晚8點54分，跨越皇陵站。夜晚8點59分，跨越宜君站。夜晚9點07分，跨越銅川北站，冇錯，就係嗰個切歌王銅川。夜晚9點11分，跨越銅川站。夜晚9點19分，跨越富平南站。這是西安人的歌。夜晚9點23分，跨越最後一個車站高陵站。夜晚9點35分，列車提早2分鐘到達西安北站。今次行程就告一段落啦。後生仔出街玩到發癲，帶你闖世界，夠晒新鮮。